后面的，老师以为他有自闭症，老师以为他怎么样，反正到了6岁还不大会讲话，到了7、8岁还流口水，真的。第二个孩子男孩啊，我唯一这个男孩啊，守望者终身啊，所以仰望者终身。那结果这个男孩是这样啊，但是我不紧张，因为我知道儿童心理，所以我不紧张。到了他3年级的时候，他姐姐是5年级，差2岁。我教他姐姐的时候也教他，我怎么教他呢？我就拿一本书给他，说孩子啊，你这么大了，你应该读这个书了，拿去读看看。第1页读给我听，他就翻开了第1页。第1章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样。把第1章50几个字都读完，都没有读错。我看第2页，第2章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是而已，又是60几个字，总共110几个字，他都没有读错。一个3年级成绩这么差，而且一个小子就在读老子这个书要错，小子读老子，而居然没有读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注音。所以他没读错了，所以太简单了吗？老师何必那么浪费精神呢？就像我一样就好了。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我是一个最负责任的父亲。我就这样教了，好了，说好你会读了哈，现在你去读，因为3年级小朋友下午没上课，他整个下午都可以，功课很快做完了。我说你去读，把它都读几遍，读到会背来找我，他读了1个小时才来找我。啊，1个人还是不会啊，结结巴巴。我说不行，再给晚上来背。所以晚上我叫他问，啊，他就很流利啊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就背完了。于是我说了一句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话，这句你要知道，我说这一句话，我引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话。我说孩子啊，从今以后每天背2章。老子很好，老子81章，多少天背完？40天。刚才不是美国的学生在问我们留学生吗？你们的老子讲些什么吗？40天就全部会背了。我们的孩子有多少40天浪费掉了？40天背完。我从来没有指导过一次，只有说了那一句话。背完了就算了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人类会遗忘，咱们学教育都知道遗忘率，越早不学好，所以赶快复习，1天复习